早晨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我係 Alex 阿串啊，啱啱收到風啦，琴日呢度賣咗12套喎，係咩情況呢？嗱，呢個屋苑咧就係益晉半島喺珠海前沙明珠輕軌站旁邊嘅，同珠海真係一路之隔嘅，好多喺珠海或者喺澳門翻工嘅人咧都會喺呢個小區住，因為真係行過去對面咧就過到珠海嘅啦。嗱，咁依家情況係咁啊嚇，而家咧呢度35棟啊，搞緊特價。就係搞公底房嘅，咁之前呢度價錢大家都知道啦，大約13000到14000，咁呢度咧，琴日搞特價嘅活動咧係9000蚊啊，到10000左右嘅。嗱，咁唔係話擠低樓層喎，中高樓層都可以喎。咁啊，目前咧90平方基本就賣咗七七八八啊。目前咧最推緊咧就係110平方嘅，嗱價錢都係9000到10800到啦嚇。呢個單價等於話110平方嘅總價咧，大約去到120萬就可以啦喎。而且等於話呢個係珠海前山旁邊嚟嘅，咁啊好多人係珠海上班啦，或者澳門上班啦，咁啊會比較方便嘅。嗱，會考慮呢度，可以講咧，呢成個小區1、2、3期啦，全部都係喺珠海上班澳門上班嘅人群喺呢度買嘅，係一個非常剛需性好強嘅一個屋苑嚟嘅嚇。咁啊，早期咧最高峰賣到1萬樓，啊依家咧就年底12月搞呢個特價公底房活動嘅。嗱，依家咧而且係首付1.5成啊嘛，但係咧最低咧可以做0.5成啊，做首付分期分3期俾，半年俾一次，咁啊等於話最低咧就落到8萬蚊，你俾咗就可以網簽啊，然之後咧半年之後再俾0.5成，再過半年再俾0.5成，咁樣咧就冇咁大嘅壓力嘅，嗱就可以上車。呢邊係有裝修嘅，交樓時間咧就係明年年底。物業管理費咧就3蚊平方。嗱，咁我哋過嚟呢邊咧睇下佢嘅銷售進度表啦，睇下實情嘅銷項嚇。呢邊咧就係佢嘅銷售進度表啦嚇。咁而家咧搞緊呢個公底活動嘅就係呢個35棟啦，可以見到咧基本咧90平方嘅戶型已經賣晒。目前賣緊咧係110平方嚇，剩低單位都咁多嘅，都係有啲高層嚇。咁啊，相信咧因為34棟目前係未有通知話要做呢個公底嘅，咁價錢嚟講咧相差2000蚊平方，但係非常有機會係34棟咧都會推出呢個公底房嘅價錢。咁你可以見到34棟咧90平方咧，目前係仲有單位可以揀嘅，咁而且110平咧佢嘅可選擇範圍都比較大嘅。當然啦，如果話你即刻想話攞實到呢個優惠咧，可以揀35棟高層少少嘅，嗱依家就可以攞到。或者係呢個咧，因為有不確定嘅因素嘅嚇。OK， 嗱呢個目前咧就係佢最受緊嘅一個情況啦。咁而家我哋上去示範單位望一望先啦。啱啱從小區嘅售樓部出嚟嚇，咁啊行過嚟呢邊咧，對面嘅商業街咧係已經開晒嘅啦。即係你唔使驚佢話以後你食嘢買嘢咧都冇地方去，好方便嘅。門口呢度啲商業街就開晒嘅啦。咁點解話好多人揀呢度咧？前面咧就係呢個輕軌橋，你見到啦，珠海嚟噶嘛，真係佢下面咧就有條小路嘅，即係大家就咁樣行過去就過到珠海。即係如果你翻工咧好經濟實惠嘅就係、你行過一步就喺珠海搭個公交車1蚊雞就可以到你公司或者去到關口咁就好方便咯。呢個樓下嘅商業街其實呢度咧你可以團購，即係網上買嘢咧呢個三無店都可以配送過嚟，係佢嘅配送範圍之內嘅。前面咧就好多客戶就唔認到人哋啦嚇。咁我哋就上去示範單位睇啦。呢套咧就係90平方嘅3房，亦都係琴日一日賣咗12套嘅單位啊！可以睇下呢度係剛需最中意嘅戶型啦，因為總價平啊嘛，單價都平。入嚟呢度咧就係佢嘅廚房嚟噶啦，係一個小一字型，仲有個露台仔嘅。咁入面嘅小區嘅園林仲喺度整緊，因為係明年年底先交樓嘅，所以時間咧係非常充足嘅。呢邊咧就客廳嘅。御陽台可以睇到啦，都唔細嘅嚇，送咗一半嘅面積嘅。呢啲單位好處就係佢贈送嘅面積多下，雖然唔係4代住宅但係佢嘅使用面積咧係都 OK 嘅，唔會話好低嚇。
呢邊咧有一個廁所啦，嗱，乾濕分離都同你做好。嗱，呢度有一間房嚇 ，OK。然之後呢邊咧係有兩個房間嘅，嗱，咁樣一個係客房啦，一個係主人套房啦。你睇下呢間細客房，嗱，空間嚟講咧都唔細嘅。如果你做個榻榻米咧，非常夠噶啦，空間非常大。嗱，可以講咧都有8個平方左右到10個平方度啦。嗱，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主人套房啦。有個獨立嘅洗手間啦。嗱，然之後呢邊咧都可以望到小區嘅中族園林嘅。明年咧就會正式交樓啦。目前咧35棟咧基本就冇呢個面積噶啦。可能話有啲客戶咧後期退咗或者點咧，可能就會騰出。但係咧34棟就仲有，目前價錢咧就貴2000蚊嚇1平方嘅。咁如果佢都申請落嚟做到公屋房嘅價錢咧，就會同呢個35棟一樣嚇，可以做到1萬左右嘅價錢。呢度咧就係110平嘅3房。2廳2衛嚇，任何位置咧呢邊就係廚房嚟噶啦。呢個戶型咧特別就係佢南北對落雙露台嘅格局嚇，咁就會好多人會比較中意。呢個110平方咧總價只係120萬到嘅，然後咧首期目前可以做到0.5成，最低就係6萬蚊就可以上車簽合約網簽噶啦。咁剩下嘅首期咧0.5成，半年後俾，再過半年咧再俾0.5成啦。可以講咧係供需上車一個比較容易嘅方式嚟嘅。呢個客房嚟㗎嚇，都比較大，唔會話好逼窄。然之後呢邊咧係佢嘅洗手間啦嚇，乾濕分離都做好。呢個咧就係小區嘅門口啦嚇，呢個客房。都可以做到3米6床啦，呢邊仲可以擺埋一個衣櫃啦。然之後咧出嚟咧都好方便嘅，前面係小區門口啦，隔離咧就2期啦嚇，後面1期啊嘛。然之後咧對面嘅小型街已經係開晒基本開晒，即係日常買嘢咧食嘢都好方便嘅。咁如果我過翻出去咧，就從呢條路門口往前行大概就50米。你穿過橋底咧就可以過到珠海啦。咁如果去到關口或者係去珠海其他地方上班咧搭個車。OK， 1蚊雞嘅公交車你就可以去到啦。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嚟㗎，空間都係幾大嘅。所以話點解呢度一日賣12套就係咁大家都衝住呢度性價比嚟嘅，係嘛？可以講咧，目前坦洲最近珠海又係呢度啦，因為真係50米之隔喺隔離2期嘅小區園林都唔差啦，係嘛？可以見到，到時咧呢個交樓咧呢度就拆開嘅，因為1、2、3期咧係一個大小區連住，只不過咧唔同階段、唔同嘅建築進度到時咧都係連埋一齊可以講咧都唔會話好逼窄嘅。目前嚟講咧，成個坦洲就係呢度價錢最優惠㗎啦，而且非常適合近住珠海上班、澳門上班嘅朋友考慮嘅佢中意咧可以過嚟睇睇。